Ninit to kami. Ihon ni maaraw ako kuya tekatang kanga ay kutirang ako sanay kaput tumita masisi ay kami to kita haw lalu othi tira aku makamawai sa hati melen tumita kutirang akato ka ati hai ka manjali tetsayo haw makamawa haw sa tapang to kita ni niya tatayaan paturunan taci kacau anumaan ko sakala di cai namita sasangaan namita ani atatayaan. 好，kacau kisoto。好，谢谢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哦，我看一下，有同步。那个我们3位组长哦，就吴老师，还有美惠老师，还有米粒老师都在线上了吗？有，都在了哈。好，你们3位老师哈，我们目前因为那个原民局啊，部落大学哦，目前他们已经要申请那个 ISBN 的账号了，所以我们总共3本教材嘛，那每一本教材，我大概把各位的名字哈，我现在用那个黄色的标起来，编辑委员哈。你们看一下你们的名字有没有写错哦？如果没有写错，因为你们大概就是平均分散在3个教材里面哦。然后你们的那个各组长哦，主要是集中在那个第1本哦。那另外2本就是组员平均，我看一下那个。干脆把书写这样比较平均。好，我们从第1本开始看哦。我们总共3本教材，然后第1本教材是比较偏主语模型哦，简单讲就是语法结构的部分，就是我们那个礼拜1常常在讨论的内容。好，我们第1本的编辑委员是吴连成老师、马美惠老师、彭三妹老师、阿力克老师，有没有人那个阿力克要全名哦，想起来了。阿力克，你那个阿力克老师，你的那个阿力克中间那个点点是全形的还是半形的？阿力克老师，他还没上线哦，他还没上线呢啊，没关系，我把它打。吴老师，你们通常名字都打全形的，对不对？那个他的那个点呢？那点呢？对，那个是什么点？就是这个点，没关系，我先打哦。先打了。鲁迪。对，我还是用这个一样，这个啦，这个才对啦。好，那个阿力克老师的名字哦，有没有打错？还没有出来呀，还没看到。哇，好慢哦，我这比较不同步。好，没关系，我们前面吴老师、美惠老师、三妹老师，你们的名字是对的哈。阿力克没有错哦。阿力克老师的也没错哦。好，那第1本哈，那个吴老师、美惠老师还有三妹老师、阿力克老师，我把你们放在第1本可以哈？可以。哦，只要有名字就好了。好。因为人太多了啦，不要写主语了，大家都满出来。好，我们来看第2个哈。第2个是比较是采集，包括我们是水上的跟陆上的哈。那主要是2组人马哈。郑秋梅、卓文慧、李美丽、林佑许。好，你们看一下你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名字有没有打错？
有上线了吗？他们有上线了吗？林佑璇应该没错吧？佑璇，有了，他们现在才上来。好了，再一次哦。那个目前我们是第2本的编辑委员哦，有4位编辑委员：郑秋梅、卓文慧、李美丽、林佑许。好，你们看一下这个名字正不正确？有没有打错字的？没有，没有，啊，都正确哈、哦。对，林青，李历史有在吗？李丽啊，林美丽啊，没关系，那个佑寻应该跟李历史比较熟，他的名字正确吗？正确。正确哈、OK。好，这个送出去哈，因为他在前1个月要用那个 ISBN 的那个账号。好，我们看最后一本哦，阿美族那个部落建筑知识的部分哦。好，我们有4位哈，曾纯美、林金川、王佑涵、林淑贤，有没有人名字打错了？都对吗？正确，正确正吗？对，正确。OK， 好，是我看我们线上有没有那个，会我看一下。哎呦，我们这边有那个谁，那个松林大哥，你有在线上吗？松林，这名字对不对？松林，巴若有没有在？有在，名字对不对？没有错哈，我的名字我看一下，罗松林，没错，没错哈。OK， 好，我们目前线上还有谁？还有谁在线上？林金海，洪淑珍，我们这边有在加那个咨询委员哦。那个咨询委员，我看一下，翠云老师跟马里盖嘛。我们这边有一个林金杰跟张光忠哦。是陈金杰。陈金杰啊，哦，他姓陈哦。陈金杰，对，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这个编的教材给他看的，那个他叫做那个审查委员。哦，所以也是就算咨询。好，那个吴老师这边有没有要推荐的人选，说他的名字要写上去的，有没有？你觉得他，但是不能写在编辑委员呐，最多只能写在咨询委员。有没有你们想要拉拔的下一代，然后把他的名字放上去哦，顶多放在咨询委员那，有吗？有在参与的才是，有在参与几率比较高的啊，有没有？有没有？参与的几率比较高，好像都在我们这个群组里面的嘛，好像。凌云老师啊，庭云老师，对对对，庭云老师要不要放进去啊？安静，给他翻。莫成，贴绕都给说贴绕。马拉菲，马拉菲。我把庭云老师放在那个。哎，咱们听你说的，我意识懂。好。庭云老师之前也有帮忙编教材哦，所以庭云老师的也放进去。还有没有人的名字？只有放咨询委员哦。还有没有？没有了，就这样哦。我明天要传给布道。好，如果刚上线的，我再说明一遍哦。我们总共编3本教材嘛，这3本教材哦，第一，
那个部落大学那个跟原民会合作的指标型的教材哦。第二，他会做200本的印刷，那我们100，泰雅族100。第三，这个要有新书发表会哦。然后这个新书发表会哦，是苏基老师建议的啦。我没有说那么想要做这一种事情哦。那既然他有新书发表会的话，那我们有可能那个到时候我们的编辑委员都尽量到场，然后可能现场的人员呢会针对你们会做一些问题的询问哦。那可能对我们这个教材某种程度哦，还是要有概念哦。不过你们都有参与编辑啊，原则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是语法结构的部分哦，我之所以把语法结构编那个吴老师、美惠老师跟三妹老师的原因，就是刻意把那个语法的部分的那个就比较资深的老师哦，比较容易回应那个是委员们啊。那另外2本就是其他老师的部分哦，因为它本身比较就像你们之前编那个教材的那个知识体系的词汇的收集哦，比较没有那么复杂。好，大概是这样，有没有问题？我都没有问题哦。好，嗯那你们如果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专职教师哦，这个对你们可能就帮助很大哦，因为这个是有 ISBN 的那个账号哦，所以到时候你们做那个续聘的时候啊，共聘的时候，可能这个就会加很多分。好，大概是这样，没有问题了哦，送出去咯，没有意见哦。还有你的名字的顺序，说我怎么在后面在前面，有没有人对这个有意见的？这个没差啦，还是你希望你的名字前面一点哦，私下赖我就好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讨论一些比较复杂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句子哦，有一个是比较复杂的句子。那我们就来讨论这个复杂的句子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刚才用 Word 整理一下哦。我们阿美族的句子哦，大概就是这5种哦。我试图用英文的分类方式去对应阿美族语哦，那没有办法完全对应，但是差不多这个句子，我们在参照那个朱清一老师的他的语法结构的书哦，差不多就是这5大类，所以人类能够讲的话，大概就是5大类而已。那我们有一些句子跟英文的分类不太一样，不过大致上还是可以这样分的。因为我们比较算是拼音文字哦，不像那个中文是比较不是拼音文字，所以他们的分类比较跟这个比较不一样。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哈，就是那个我们今天总共分3个部分哦，我把它用不同颜色哦，这样比较。我们今天把这3个讨论完就可以了。好，第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杀的用法哦。阿美族最复杂的前缀后缀啊，就是杀了，没有比杀还复杂的，杀是最复杂的。我们先把杀解决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那一样哦，我们3组都尽量回馈哦，我们把这个那个搞清楚哦，就是因为这个要放在那个什么教材里面。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杀哦。
后缀。好，我们先点进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句子哦，就是在动词的字根哦或词根后面加撒。好，第一句，努该撒古拉娃娃哈，那个小孩就回家。那个吴老师这一句的翻译跟他的句子是正确的吗？吴老师有在现场吗？突然变得很安静了。你打开，哎，哦那开撒古娃娃，那个小孩就回家了。嗯，那努该撒我古拉娃娃那个那个孩子就这样回家了。那个孩子就这样就回去了。可以哦，这个中文没问题嘛哈。好，我们把它那个后面的那个再多加那个，把它改变一下，变成撒奈哈，或者是撒岸。那它这个第二句哈，哎，我们第一句等一下，那个美惠老师第一句正确吗？努盖萨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回家。我们也是这样讲啊，努盖萨古拉娃娃，就这样讲，可以哈，没错，中文翻译没错嘛。啊，那个米粒老师呢？米粒老师今天有在吗？他说要晚30分钟上线呢。OK， 好，那没关系。米粒老师那一组有谁？右巡啊，又右许这一句正确吗？正确，我们也是这么说。努盖萨古拉娃娃，可以哈。那个小孩就回。所以我们把那个杀翻成就哈，应该是有对应到中文嘛，没问题哈。好，其他的组员有没有对这一句哈有不同的翻译？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哈。我们原则上那个阿美语能够做到精准翻译最好了，因为如果是想要学阿美语的人，会比较方便对应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哈。第二句我们把那个沙改成散奈哈，或者是散岸。努该散奈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这样回家了，就这没有了啦哈，就这样回家。好，吴老师这个句子正确吗？努盖萨奈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这样回去了。那个小孩就这样回去了。那如果我把它改成努该撒岸，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意思，说该撒岸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这样回去了。话都不说，也不打招呼就回去，有这个意思吗？有这样的意思，萨奈努盖萨奈古拉娃娃。有了，有没有打招呼了？没有打招呼。对哦，就是都不反应一下就离开了，有这种语气嘛，对不对？对。好，那个美惠老师这边呢？对，可以哦，可以哦。好，佑群老师这边呢？可以啊，努盖萨奈古拉娃娃，对，这样可以。OK， 好，那我们把散奈或散岸就直接翻成就这样哦，可以哦。好，松林大哥，你是我们的咨询委员哦，那你的语感上这样也是正确的吗？我打麦都，我该上来过来，就是连打招呼就这样回去了。OK， 好，松林大哥，那你帮我念下一句哦。Rokai satu Kurawawa， 含中文。那个小孩就回家了。那个这样的翻译你 OK 吗，松林大哥？就什么怎么了？就可以哈，就怎么了？
就可以吗？这样回家了。应该就是就这样回家了。对了，就怎么了嘛哈。嗯，对，好就怎么了。 ，OK，没关系。你是第一关，第二关吴老师，努盖萨杜古拉娃娃，中文这样翻译可以吗？这个satu就是什么什么完成了嘛，satu，nukai satu kurawawa，他就这样回去了啦，大概嗯意思大概是这样， Nukai satu pulau， 就这样，就那个小孩就这样回去了啦，了，那个就什么什么了，有那个这样不意思啊，错哈。对，好，那个美惠老师呢？你的翻译也是跟这个字面上面一样吗？就怎么了？有啊，我有在看。这可以你的也是你的那个语感也是对吗？对呀，这也可以哦常说的。好，那佑寻老师这边呢？好，对，这样子就这样回家。努盖山奈古拉娃娃就这样回家了。对，萨杜，对，啊，三度对啊，努可以哦盖三度古拉娃娃对对。OK，可是如果用语感的话，就是那在比斯拉给苏古拉娃娃，你为什么不送那个小孩回家？努盖萨都，他自己会回家。那这个努盖萨都古拉娃娃，他自己会回家，这个跟就回家了感觉又不太一样。我懂你的意思。对，他这个如果有前后文的话，他的翻译可能就要微调。那我问你哦，那如果我们只单翻这一句话，因为我们要精准翻译嘛，就你的感觉上，如果杀翻成就，都翻成了的话，它是不是还是可以满足你的语感？是可以啦，因为你刚刚有一个前提嘛，就是有一个条件，对。然后那个如果翻译没有就变成前后的话，这个是对的。如果对，没有那个如果没有前后的话，对硬翻呐，我现在只能硬翻了，因为你刚讲那个下一个条件是真的他就自己就回家了，就感觉好像不加个自己很怪哦。对呀，因为我理解你的意思。光看到这个字，我就只会想到啊，努盖萨杜古拉娃娃，我的语感会变这样。OK， 那我可以吃了，给苏珊。来 OK， OK， 好，那大致上我们还是可以对应到中文的，还是可以的哦。就是说，如果有前后文的话，我们那个中文的翻译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翻就可以了哦。基本上就怎么了，还是可以对照这个翻译。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松林大哥，你来念一遍。Nukai satu pulau娃，那个小孩刚才就回家。这样翻译正确吗？应该是刚到吧？刚才Nukai satu，刚到哦，才到，刚到哦。哎，刚到哦，不是刚到哦。OK，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这边的翻译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吴老师，你也认同那个刚刚松林大哥跟韩娜的说法是刚到，是不是刚到家？Nukai saho ini saho，通通都是刚刚到而已啊。ini saho刚到，是刚才。Nukai saho刚回到家，他的应该是刚到而已。ini saho、nukai saho，意思都是刚到。刚刚，我这个回家前面又加一个动词，刚刚才到。
如果是因为有回奴盖是回家的意思，如果是那个小孩刚刚回家，可以吗？刚刚回家，该时候，该时候，可不可以刚到家就好？因为那个回家哦，就是它本身奴盖就是回家的意思。对，我现在在那撒后怎么翻比较？因为你用家，就是那个撒后的刚才那个小孩刚刚才回家，刚才到的时候，或是才。所以我们那个撒后可以翻成刚刚吗？是不是可以吗？可以啊。撒后刚到家，刚回家。刚到家或者是刚刚回家。哎，刚刚才回家，可以用刚刚啦，因为前面如果不是努盖头，可以逮你时候，你看用逮你的时候也是刚刚。刚刚才到才来嘛，对不对？对，刚刚逮你时候，努盖时候。如果努盖在kepada pakatala tura yanira 就刚刚才回家的意思，我觉得。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刚刚可以吗？就会比较贴近那个刚到家的意思，可以哦。对。凯明，我可以请教，因为人家常常在 hold 的时候是还在怎么样的时候，可不可以说这个小孩还刚到家，就加一个还刚到家？不知道。还刚的话，那个中文好像这种。感觉好像不常说呢，还刚到，因为大家那个后的时候，刚刚大家加以后啊，还会加以后。后有两种翻译啦，一个是还，一个是先。那先不可能嘛，还的话，才刚到，才刚回家，好像那个感觉上，那个翻译中文怪怪的，还刚回家，就刚刚回家了。对，目前那个刚到家哦，因为我们那个努盖实在没有办法，就是努盖就一定要翻成回家嘛。刚才哦，如果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刚刚有留了，如果是刚才的话，其他人呢？对，刚刚才到家，刚刚才回家，刚才回家。哦，我觉得刚刚比较贴切。刚刚对啊，刚刚哦。好，我们再回到刚刚，因为刚才好像意思对哦，可是那个语气不太对。对。好，没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差不多3分钟嘛。我们请在讯息栏哦打上去哦，刚刚回家比较 OK， 还是刚才回家比较 OK 哈？刚刚的话打1，刚才的话打2。好，我们现在请在线上投票哦。哦，那这样子差不多了，因为看起来大家都打1了，那我们就用刚刚哦。好，刚因为这个我们把它比较简单化哦，其实刚才也没错，刚刚跟刚才其实在中文上的意思一样，只是说语感上哦，语气上刚刚比较适合。好，那我们就用刚刚哦。好，你看这个几个句子嘛，就是我们其实平常讲话会说 nugaisa nai nugaisa du nugaisa ho。你看我们平常讲话，你们很会讲的人哦，有时候脱口就会讲出来了。但是学习者哦，他必须要知道沙
三奈、沙度、沙吼吼，这些一定要让他知道中文的对应，他就比较容易学起来。好，以上我们的那个动词的词根后面加沙哦，中文就翻成就。好，我们往下哦。那个米粒老师回来了嘛？等一下我们就继续哦。好，我们继续进入到第二个。好，第二个哦，最近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哦，刚刚好。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帮我念一下这个。等一下，好像我先把它变大一点哦，我怕你们看不到。好，松林大哥，你再念一遍。Tuka sakura wawa。我问松林大那个啊，你中文也念一遍。那个小孩就懒惰。好，我问你哦，这个句子你念起来跟你感觉起来是正确的吗？ Tuka sakura wawa。像怪怪的哦。好，中文好像有不是这样说的，中文的部分。阿美语是正确的吗？阿美语没有问题啊，那个阿美语是没有问题，是要中文那个中怪怪啊。中文怎么翻？怎么翻？那个这个小孩就是懒惰，就是懒惰。那样，这样，对，这样。好，没关系，我们来一步一步哈。那么懒惰。这个我们按照刚刚那个动词的哦，因为这个是形容词，我们试试看。这样。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念第二句看看，再加中文。Tuka sakura wawa。那个小孩就如此懒惰。这个中文跟阿美语，你觉得 OK 吗？可以，阿美族都会这样说了。就是那样懒惰。好，我再加哦。那个小孩如此的懒惰，就是那样。中文没错吗？中文呢？就是如此懒惰。Satuka sakura wawa。那个孩子表现的一直表现的很懒惰。好，我再把它缩小一点哦，太大。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念一下第三句含它的中文。Satuka sakura wawa。那个小孩就一副懒惰的样子。哎，打骂你。好，那个吴老师哦，请问这三句阿美族人会讲哪一句话？平常都有可能了，看情境的时候。第二句。Tuka sakura wawa。Tuka sakura wawa。哎。这个我如果把那个三奈改成就这样的懒惰也可以，对不对？可以啊，跟如此一样嘛。对，一样，就这样懒惰。用如此的话，这样的懒惰。
Tuka sanai kurawa 那个孩子就是这样懒惰， Tuka sanai kurawawa. 就是这样懒惰。Satuka，我们也会常常 satuka， 卡比 我也 satuka。常常讲那个 satuka sanai. 我们会也常说， satuka 不要表现出那个懒得做事的那个态度。那个态度表现出来是不想做。我刚刚听那个，好像你们会好像也可以这样讲。等一下，我再把它加上去。Satuka sanai。sanai. Satuka sanai kurawawa. 也对呀。这个小孩子一副懒惰的样子，sanai就是样子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吴老师，那个第3句跟第4句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杀那个，刚刚我们前面用过杀，sanai saan。吴老师，如果是说saan呢？satuka saan kurawawa。也是啊，也对啊，satuka saan。也是saan sanai 都一样啊。刚刚我们也讨论过saan跟sanai 跟sanai 都一样。sanai 跟saan 是一样。对，我们前面有提到sanai跟saan的中文翻译是一样。好，我把这个再加因为我们再把它翻准一点因为你们如果加了sanai的话，我就或者是saan的话。这样。好，那个松林大哥，你第3句跟对不起，1、2、3，第4句跟第5句的阿美语跟中文都各念一遍。1、2、3、4，第4句。4跟5。sanai kurawawa， 那个小孩就这样一副懒惰的样子。satuka saan kurawawa， 那个小孩就这样一副懒惰的样子。对啊。可以可以，对，只是第2句怪怪的。tuka sanai 好，我现在来标号码那个，因为有时候各个部落第二句会不会用如此？用如此。好，没关系。我们先那个美惠老师，这个1到5句你觉得那个哪一句是最不可能是你会讲出来的话？都会说了，看状况，但是tuka是没有satuka saan kurawawa， 就好像是我常说的，就是前4句。前4句saan 你不会这样讲satuka saan。要看地方语言啦，如果我们都会讲这些话，都会说。海明，是，我觉得那个第2个应该是一个特定的、指定的，特定指定，或者是好比我们3个人好了，我们要找他，第2句怪怪，那一个人就会讲说 tuka sanai kurawawa， 就不要选他。我觉得那是有特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没有问题。tuka sanai kurawawa， 对。OK， 所以也是用得到嘛。OK， 好，我们那个米粒老师，1到5句啊，你有没有觉得哪一句是你最不可能用阿美语讲出来的？都会讲到，都会讲好，那我就麻烦各位在讯息栏里面排序你认为这5个句子，你认为最常讲，口语上最正确的1到5你就自己排序，比如说5、4、3、2、1那如果你觉得第4跟第5一样
就写4等于5，然后3、2、1这样。好，我们在讯息栏请各位把你们自己的，我看一下，因为各方言别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大家都觉得都 OK 的话，就全部写等号也可以1等于2等于3等于4等于5都也可以。好，我们来在讯息栏，大家各自写看看那么1、2、3、4、5的排序是吗？对，如果你觉得你口语上你最习惯的讲法，就排前面就对了。比如说，我举例说，我觉得5跟4是最前面的，我就写5等于4，然后再写3、2、1这样子。如果你觉得第4句是最好的，就是4，然后再来5，然后3、2、1，按照你觉得比较那个口语上语调上比较海明，是海明，是，报告，妈妈有话说。请说，请妈妈说。再比如说像那个第3啊。第3句。saan kurawawa sa tuka tuka sa， 这个是第3。sa tuka tuka sa kurawawa san。照理讲应该是前面不要sa才对啊。tuka saan kurawawa 就是好像是原本他很有精神，后来他都不想要工作，就是sa，就是好像sa的话就变成一个故意的感觉。kuranan。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你说前面加那个沙，有那种故意的感觉，是不是？对，tuka san kurawawa san 好像是原本他很活泼的，后来好像是没有精神那种，很懒散那种的感觉，就是 tuka tuka san tuka san kurawawa san sa tuka tuka 好像是一个你那个sa，你那是变成一个好像是故意。懒惰，那个，那我给你改那个读干改成依赖，你念念看。你给他改成依赖，你念依赖啥？依赖啥？啥依赖？就是好像吊儿郎当的，不是依赖。所以那个可能是那个读干很少人用装的啦。依赖比较是故意的，对不对？依赖上过来，我想就好像是一个耍郎当的那个叫做可以上。对，我懂你的意思。你tuka ananai sa tuka 是没有这样，tuka saan kurawawa 就好像是。对，我懂你的意思，因为tuka应该是比较是那个一个自然的状态嘛。对。那个你很骄傲的样子，那个是装出来的嘛，对不对？对，像骄傲的是谁来三神，那个就是变成一个很故意，sa tuka是这个就是故意，sa tuka mahanai，故意懒惰啦，故意表现得很懒惰这样子对。那我问你我们把这个 tuka 改成 la look， 会不会就比较好一点？sa la look sa。假装勤劳一下。就好像是就是做一个好的示范给你这样子，但是后面他不是这样子，对。比如说好我今天要去一个男女情人好了，我现在去装出来的，对方对，就是做样子而已啦，故意去装出来，就是努力的做样子而已啦。对。他可能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就是去那个帮工不是吗？我们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谁记得？就是说86。对啦，不是，我们那个男生故意表现给那个女方家看的，去那边帮工嘛，那个叫什么？比如说你打败了，他就是去那边展现他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但是撒拉鲁拉路对不对？对，后面是怎么样的工作就不知道了。对，这样。所以拦路可以杀，赌干不能杀。对啦，赌干根本不用表现嘛，你赌干就是很自然的。本来就懒惰了，还要表现什么呢？对啊，没有赌干的话没有杀啦。对，好，谢谢尹娜没有表现。对啦，那个吴老师刚刚那个尹娜这样子说明的话。
好像就有一些那个形容词，它本身是自然的，你就不能用沙开头，因为那很怪。啊，如果有一些动作可以刻意表现的话，前面就可以加沙。吴老师这样讲对不对？对啊，就是特殊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都看沙安这样，就会有加沙在前面，是啊，特别表现出来的，装出来的。你不要就是那个有一些话好像不适合用沙杜，就是要表现的话，应该是比较正面的啦。如果你要坏的话，根本也不用装，也是可以装啊。但是这个不符合人性啊。我知道那个伊娜的意思。那我们这样子，那个大概我们这样子综合一下哦，就是有一些形容词啊，比如说认真、努力，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高兴。或者是难过哦，可能哦可以用那个演的哦，用装的哦，那个我们都可以前面加沙。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你不用特别去装哦，就已经呈现那个样子了。所以前面加个沙哦，会比较不符合语感哦。这样讲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那大家也不用投票了。那大概哦，因为几乎每一个话都可以讲，只是说你的形容词哦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很重要。那刚刚那个秋梅老师有讲一个那个杜嘎萨案哦，我把它加进去了哦，那就变成有杜嘎，我们改一下哦，因为伊娜这样讲，我们就不要用杜嘎这个，我们用别的哦，我们用勤劳了。好，我一下就把它变成拉路哈，拉路萨，啊，懒惰我们就把它变成勤劳。吴老师，我们的勤劳是不是也可以翻成认真啊？也对啊，很认真、很勤劳都一样啊，很认真、很勤劳、很努力。OK， 那我们还是打勤劳的相对应的概念。是那个不对，懒惰相对应的概念是勤劳嘛，比较好，我就全部把它改哦。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全部都把懒惰改成勤劳，这个中文翻译就比较适合了哦。好，请各位现在帮我们那个顺序就不用了，因为按照那个伊娜的说法哦。这其实应该都可以讲。那阿力克刚刚也有补充哦，其实应该都可以讲。那我现在请各位帮我看一下阿美语跟中文1到5哦，1到6咯。请帮我看一下1到6哪一个翻译你最不认同？第3句。没关系，你们就打在那个讯息栏里面。哪一句的中文你们最不能接受？帮我找到讯息栏，我来看一下你们各位的，就是哪一句的翻译最奇怪？第3句已经有金川老师还有松林大哥。第3句我们看，你们就继续打哦。我们来看一下第3句哦。就这样。好，那个我们请那个金川老师或者是松林大哥，你们来说一下第3句，你们觉得怎么翻会比较好一点？如此。如此哦，原来的那个如此的。
也是一样。那其实上面这个也要改。对，要撒奈跟撒岸其实基本上一样的翻译。好，松林大哥，我现在讲那个拉鲁斯安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如此地勤劳，可以吗？这是第三遍。对，这样叫顺。这样叫顺。OK。金川老师呢？金川老师，我是说那个小孩很勤劳，不知道用会不会？那个小孩很勤劳的话，我们一般会用那个妈型那个马拉路古拉娃娃，对，直接用妈。好，收到。路古拉娃娃，对呀。那我们现在加后缀哈，因为是加在拉路的后面哈，我们加撒奈或撒岸。那个撒奈跟撒岸哈，我们前面的翻译哈就是这样。这样。那刚刚那个松林大哥认为这样的翻译比较不口语，用如此感觉就比较顺。所以金川大哥就是我们这样翻，你觉得怎么样 ？OK， 认同。是可以哈。是。好，那我们原则上你看阿美语的那个微妙之处，就是说差一个字中文就不一样但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教材编辑的目的它主要是要给那个中高级认证以上，另外是那个对阿美族知识体系有兴趣的读者看的，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要把这个语法的部分编到他们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参考用目的是这样。好。我看一下刚刚各位的排序其实差不多5跟4是最常用的。今天吃了3个，后面吃都是4个。大部分人写的差不多5、4是排在比较前面的，对。好，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般讲那个沙后面加撒奈沙拉鲁拉鲁，这个应该不能重叠音拉鲁。吴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我们那个拉鲁2个叠词是不是第一个拉鲁的 K 要删掉？我念沙拉鲁拉鲁，沙拉鲁拉鲁沙拉鲁，那个 K D 中间的 K 不要。对没错好，那这样沙拉鲁拉鲁这样才对对。装着一副勤劳的样子。沙拉鲁拉鲁，对。刚刚那个小白老师就讲到一个关键字它其实就是有装的感觉啦，装出来的样子啦。对。装出来跟做样子。对。好，我们这个就先到这边OK， 那这样子这个就完成了。好，那先存档一下好，米粒老师跟美惠老师，以上这上述这些句子你们都没有问题对，没问题。请问一下，呢翻译是不是要装这样子吗？要不要加是还是就这一副德性？对啊，老师，我觉得你的翻译很精准，就这一副德性我们这个我们尽量为什么我没有想要把装那个字放上去就变成就是说我们尽量那个对应的能够对到啦，就是说其实你把那个装放上去会更好啦。就是我现在有一种翻译方式，就是精准翻译啦。那我问一下其他的老师，
你们希望把那个装那个字放上去吗？我们如果觉得 OK 的话，请在讯息栏放一哦，就是装的一副勤劳的样子。那个装，你觉得要把它放上去的，请帮我打上去。哦，如果要的话打一哈，不要的话打2。哦哦，比较多人说要哈 ，OK。好，那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哈。那个，所以有装的一副的那个样子哈，就是它要放前面第一个沙哈，就可以翻成装的意思。为啥就好，我们现在把装的放进去哦，我们再回头看哦，因为那个中文字就变得比较多哦。那个松林大哥就麻烦你哦，念阿美语再加中文哦，后面3句都要。沙拉鲁拉鲁萨古拉娃娃，那个小孩装的一副勤劳的样子。可以吗？沙拉鲁拉鲁萨奈古拉娃娃，慢。没关系，你继续念完。沙拉鲁拉鲁萨，我知道了，我的语调在调。沙拉鲁拉鲁萨奈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这样装的一副勤劳的样子。沙拉鲁拉鲁萨安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这样装的一副勤劳的样子。那个语调我在调。可以哈。哎，可以。那这样的中文翻译也可以吗？对对对，因为我用语调去用的话，沙拉鲁拉鲁萨呢变成这样。就是装的，那个一副，对那个装的一副，不用写吗？一副有啊。沙拉鲁拉鲁萨莱古拉娃娃，对啊。那个小白老师，你是说那个一副不用写是不是？哎，可能会比较，我不知道呢。装的勤劳的样子，哎，不要说一副。装的一副有那种很有画面感啊，装的勤劳的样子哦，比较没有画面感。装的比较有画面感。沙拉鲁拉鲁萨安古拉娃娃。对，那个有一副好没关系，因为既然小白老师都提出来哈，那个因为小白老师也是我们的咨询委员之一哈，那小白老师提出来。如果需要把一副移掉的话，请打1哈；一副要保留下来的，请打2哈。我看一下，要删掉一副的打1哈，要留下来的打2。哦，那大部分都要留下来，那我们不要删掉哈。小白老师，你说要删掉，你还打2？他忘记。好啦，一副比较有画面，一副比较有那个，因为用口语那块，沙拉鲁拉鲁萨奈古拉娃娃变成这样啊，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对呀，可以哈。那我们就中文翻译跟那个阿美语就这样子哦。好，就存档哈。那谢谢那个米粒老师哈，在最后的提醒哦。这样子感觉上这个阿美语的这个语感哦，跟那个中文翻译哦，都就非常的贴近哦。清楚呢，很清楚。好，现在8点整哦，我们休息10分钟到8点10分回来。好，休息。好的。
好，8点10分，我们回到线上讨论。好，我们现在回到那我们今天干脆把重点聚焦在这个沙沙的句型。刚刚那个书写有特别跑过来我这边跟我说，如果把里面的词根改成动词或者是我们讲的那种比较是描述属性的形容词比如说高的、黑的、白的、胖的、瘦的，这个如果用沙沙的句型会有什么样的翻译那我们如果有延伸性的问题，我们就针对，因为这可能教科书也把这个归纳出来，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把它归纳看看。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如果是动词的话呢，我们会怎么样翻译我等一下用那个最快的方式用取代的，大家就翻翻看这个先不要。好，我现在把那个拉录这个字我直接把它改成那个能就是看。我们看看如果整个取代掉它的整个中文是不是也可以通顺，还是意思都不一样？好，我把那个勤劳也是把它取代掉。我们现在就，如果阿美族有规则原则上应该一取代要全部对才对。如果它不是同一个规则，一取代全部都要错。好，我们这样一下子就全部取代掉了现在再把它微调第一个字要大写，来改一下。那个松林大哥，你帮我念看看不用一次念完你念一句阿美语，一句中文然后你自己看觉得对不对，我再请教其他老师的意见。松林大哥有在吗？有。好。我把那个画面先放大一点方便你看。好，你念一下第一句，然后中文。能sakura娃娃，那个小孩就看怪怪的。OK， 所以那个你在念第二句跟第三句。能sakura娃娃。那个小孩就如此看，能saan kura娃娃，那个小孩就如此看。我们把它改嘛，对对，先这样。好，我把那个如此改成这样好，就变成这样。大哥，你看一下第二句跟第三句，你是不是觉得比较 OK？ 对对对对，就变成这样了。就这样的看好，那 OK， 那吴老师第一句怪怪的，第一句怪怪的。吴老师，你看一下前3句吴老师有在线上吗？开了，麦克风开了。对，吴老师前3句，刚刚那个松林大哥念完之后，你觉得 OK 吗？哪一句比较不恰当？能sakura娃母语部分没问题了，可是那个中文那个小孩就看，好像怪怪的呀，中文你要没有到位，那味道还没到位。就是好像话没有讲完，对不对？对。那个第二句能sakura娃，那个小孩就这样子看，这样子看那个就对了，这个两句都对。那第一句怪怪的，要稍微第一句可以翻成说，那个小孩光看着，看着我懂你的意思。
就只会看的，不会做别的动作哦。可以吗？我光看知道那个就是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光在那边看着，是这个意思吗？努力老师看着了。所以语气不对啊，能萨古拉娃娃，能萨古拉娃娃啊，对对对，这样看着，那个小孩就这样，含那样子的口气就对了啦。光看了，能萨古拉娃娃，哎，能萨古拉娃娃，对啊，你光看着什么事都不做，人家都在做事情，就你一个人在旁边看，这样哦。看着看啦，就是旁边看，站着看，光看，就有那个感觉在。只顾着看。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对。好，那表示我们这个切换哦是正确的，前3个还可以接受嘛？对。好，那个美惠老师，你前3句你也能够 OK 吗？美惠老师？可以呀，有在看。有哦。好，其他成员前3句还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跟建议？那可以加受词吗？可以读 delivery 这样可以吗？我跟你讲哦，苏姐讲到重点了，原则上这个一定要加受词了，只是说我们为了方便大家的那个的那个简单的分析哦，我们后面加个那个啦。好了，我们先不要写哦，可以加受词哦。我们先把重点，这个其实能本身就是要加受词的动词哦，所以那个后面有加受词是比较完整哦。好，我们那个松林大哥，你来念一下那个第3、4、5、6句哈。等一下啊，松林大哥，等我一下。他这个不完整。怪怪的。对，我们能，哇，这个有几个能啊？三能萨古拉娃娃，对啊，3个能，4个哦。三能4个。哎，等我一下哦，哇。那如果不要重复啥能啥这样，这个有吗？好，苏先生。没有，很少。没有这样，一定要重复。对，很少，几乎没有。三能萨古拉娃娃，对啊。他一直看呢，他一直看。好，那个没关系，我们一句一句来哦。那个松林大哥，你先念第4句加那个加中文哦。第3句嘛哈。第四句。是吗？撒奈那边吗？不是，就是第一个沙哈，那个沙能撒。从第3句嘛哈。第四啦，第四句。我标号了。你的眼睛花了哦，我帮你。没有，我现在用笔电，很清楚。三能三古拉娃娃。好。那个小孩装的一副看的样子。这个中文好像怪怪的哦。怪怪的。好，你怎么翻？能不停的看呢。哦，对嘛。对，我也是这样翻。他这个就是就不停我们看哈，看了又看了，看了能萨古拉娃娃，又看了又看了，那个小孩就一直在，一直看，一直看着，就一直看着。一直在看着，不停。他这个自己会帮我订正，然后订正错，真是。哎，小孩不见了。凯明，你这个能哈，那个第一个那个鸡就不要。我懂你的意思。哎，对，
居不能不要呢，NG 不能是不要哦。 N 的音呢。哎，那个因为有不那个真的真的那个因为有那个第一个接嗯的声音，不是随不随调？能那个不是三能，对，不能掉，那个不能掉。在字典里面就是那个第一个鸡就是要拿掉。好，那我懂你的意思了。其实我们如果是如果我们念出来都有念到啊。没有，他那个米粒老师说的没有错。他那个如果你是 NG 的话，是念 N 的音 ，N。然后如果你是 N 的话，把 G 去掉，是念 N 的音，不一样。所以我知道那个米粒老师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可能是啥能那个变成那个，你只有最后一个。米粒老师，我问一下，你是前面3个都要去掉 G 吗？啊，不是，因为你这个是能是重复，所以你第一个能，我知道13对不对？13拿掉，对。我懂你的意思。好，再念一遍。对啊，他这个逻辑是对的了，没错了。他就是2个音节前面的那个第一个音的尾巴是子音，会把它删掉。可是如果是子音的话，应该是 NG 都要拿掉。对，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蔡中涵的字典它到底是拿掉哪一个？这个也是没错。我们看一下，它如果用很长的音它有没有用到那么长啊？都有在呢。不对哦，因为能本身就是一个词根呢。对，都有在哦。我知道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子，我自己都写错，等一下啊，是我的问题了，我那个标音不是这样标，不是这样标我们标错了，那个应该是这样子标了。对，2个连在一起。那个应该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标法就是那个比较正确我重标一次还好你们有提到，都标错了。这样才对了。我们能本身就是一个词根所以那个能第一个能的那个 NG 要拿掉，后面的 NG 要保留这样子比较符合那个米粒老师跟韩娜老师讲的意思我们的后面的子音一定第一个词根的子音要拿掉第二个保留，这样就可以能，这样才对。凯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能，那个 NE 那个奇怪，你要不然就能就是重复，要不然就是那个像刚刚13的第一个字，第一跟第3把第一个 N 那个 G 拿掉，没有那个米粒老师，现在我们是只有2个音就是能是一个，应该是说能是一个词根它不能拆了，它只有2个而已，变成能。那我们把第一个的尾音的子音拿掉，变成，所以它没有1、3、2、4的，它只有2个而已。那我念一遍好了。三能傻古拉娃娃变成这样。对呀。米粒老师可以吗？好像不对耶。不，东张西望。那有2个写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能，
就是把就是 NENG 一起就是这样挂上去。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 NEN 那个 G 拿掉才 NENG 这样子，有两个写法。我看那个13的我看那个吴明义教授的词典里面是这样子写。哦，然后他在讲能三就变成就是第一个 G 拿掉，对。OK， 好，不然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那你就看干脆，那就干脆就刚刚那个留起来，四个的能就留起来算，哎。一般我们那个就是叠词啊，对会两对对个词叠嘛。你看那个，因为我们看蔡宗涵的那个，他的那个能本身就是词根的，对，所以这个字原则上是不可以拆掉的，所以可能那个我们先暂时好不好？就米粒老师，我们先暂时把它当成一个词根，先不要拆它。对，就这样子留着。对，那这两个哈，我们本来应该是能嘛，应该会有两个词根连在一起才叫那个叠词嘛。那第一个词根的后面的子音我们把它拿掉，叫 NG， 把它拿掉。所以我们先暂时这样，因为这个是一个规则哦，我们按照这个规则，我再去研究一下那个吴明义老师的他的意思哦。我们先不要聚焦在这边，先暂时用旧的规则。那个松林大哥，那现在念起来的话，我们在中文那样子翻译可以吗？画面还没出来，画面没有出来。哇，这么慢哦！等一下哦。好，有了哦。好吧，有了哈。好。松林大哥，你来念一下第4句。这个小孩东张西望啊。sakura wawa。有一点顾忌哦，他应该是东张西望。东张西望哈。好，等一下哦。我现在发现那个刚刚苏贤有问呢，你们说没有，但是你们讲出来好像有。对啊，等我。等一下，不是我在讲这一句，等我一下哈。好，那个松林大哥，你再帮我念一下第4句哈。sakura wawa。好，这句话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啊。什么意思？那个小孩就一直看着啊，光看着，一直看着啊。对，没有这个是不是比较感觉啊？有没有一直？没有啊，但是能看而已啊。你如果要一直的话，加连长音呢？我懂你的意思，就没有一直看着的。你如果要一直的话，要加延长音呢，它没有延长音就不是一直。好，那吴老师，你看一下第4句哈，傻能傻古拉娃娃。那如果中文这样子翻译对吗？那个小孩就看着。对呀，傻能傻就看着而已啊。那个小孩就看着。好，老师，我把那个句子弄完整一点哦。我看大家已经这个。好，老师，这一句呢，第4句这样子会不会就完整了？那个小孩就看着那只狗，这样可以了，不会一直。
三人三人能，三人能三人能萨古拉对你娃娃长古拉娃住，三人能萨古拉娃还是娃那古拉娃的话就一直啊，没有拉长音嘛，就是看着那个狗，他看着那个狗，那个小孩就看着那个狗。好，吴老师，你现在帮我看一下第5句。1、2、3、4、5。对，三能三。三人能，三人能刚刚那娃个娃，小白老师刚刚提到那个东张西望也是包含在内的。有偷东西啊，能三是看左右哎。哦，有看左右的感觉。所以他后面不用加狗也没有关系哦。他一直看东张西望，哪一个东西就怕不？对呀、能是果然我被当小偷了。东张西望，那个小孩可以当为就是那个窥视或是注视。窥视哦，对了。三人能萨古拉娃娃，做点心虚呀。好，我现在把它翻成那个小孩就一直东张西望。吴老师这样子的翻译呢？那个小孩三人能就一直东张西望，有那个感觉了，但是那个就是另一个说法。然后三能是还有一种是一直看着不停的，也是三能三也是一直看着不停的。有时候就是一直定着在那边看，一直看着他还好奇，一直看，他很有兴趣啊，才能什么了，他一直看着不停，也是对呀、他东张西望也对呀、不都不亏一些做亏心事啊，在东张西望，才能啥都把它应安上，可能会有后面有那个也还有一个形容词，可能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啥都让我住吧。他说东张西望，但是这个东张西望可能还要再加一些说明呢，旁边讲。好，那我们把它东张西望先不要哦，因为可能我们用这个。好，吴老师，如果我这样子呢？一直看着那只狗，一直看着狗，专注的看那只狗。就比如说那个小孩，你带他去买狗嘛，然后他就一直专注的那个黄金猎犬那一只哦，你可不可以就用这句话来描述啊？也可以，他一直他想要买的那一只，有兴趣的那一只狗，他一直看着那只狗，他不会东张西望先删掉。有，可能跑比较慢。海绵就翻成就一直注视那只狗。注视 OK 呀。好，好，那我们来研究这个句子哦。未来那个如果假设了你要教小朋友的话，或教别人要学的，能的话，就是叠词的话，它有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嘛，所以能就是有一点是一直看，一直重复看的这个动作。所以中文会有一直注视的，或者是一直看着的那个概念嘛。好，那我们要分析哦。第一个杀我们第一个杀中文就翻成这第二个杀后缀那个杀就翻成就。所以我们整个翻译的就一直注视着，倒过来翻哦。后面那个杀我们翻成就。第一个杀就翻成这那能就是一直注视或者是一直看，所以中文就会是就一直看着吴老师这样子的翻译有没有比较精准？很像，可以啊，可以美惠老师呢？
可以，可以哦。是好，那我们现在要把下面这2句也把它翻完哦。以此类推哦，我们应该怎么翻哦？它一定要有规则哦。我们第2个是散奈哦，下一个是散奈，所以中文散奈就是杀就是就嘛，散奈就是就这样。好，我们这个中文翻译就那个小孩就这样，对不对？就如此哦，就这样。好，就这样一直注视着那只狗。好，吴老师这样的翻译正确吗？对。三能，三那个会念的，请帮我念一下，太长了。三第几？下面那个。对，第6句再念一遍看看。第6句。三能三奈古拉娃娃杜拉娃住。可以哈。好，美惠老师，你顺便第7句也一起念。第7哦。对，三能三安古拉娃娃杜拉娃住。那个小孩就这样一直注视着那只狗。OK， 可以吗？美惠老师？可以啊。可以哈。好，米粒老师这边呢？可以，谢谢。可以哈。好，松林大哥，你的语感是不是也可以接受这样的翻译？可以，可以哦。好，现场其他的成员呢，有没有别的看法跟建议？说有一句注视呢，一直注视还是一直注意？注意注视可以啦。这个因为中文的话，注意、注视、看都可以。哎呀，可以。其实那个中文的话，因为中文比较多的词汇啦，那注视、注意或是看都可以。嗯。都可以哈，存档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到那个下一个哈，形容词哦，比较特别的。我先把这个标题打好。我们下一个就会进入那个形容词，但是它比较不是我们讲的人类的反应的形容词哦，是比较是属性的。什么叫属性？就是黑的、白的、高的、胖的、瘦的那种。好，那我们把它存起来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如果是一般的形容词，看的是不是也能这样子翻译？哦，那个跑比较慢。吴老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去那个喜父他们那个协会的那个心得啊？讲个5分钟，没有去的人可以听听看，到底那一天分享什么？那个总共有6、7、8、9，还有专题，有3个人专题啊。然后就是再分6组啊，是那个范围很广，可是可以目前了解到目前我们推行主语的各种的方法，所以你去了就知道，每一个人在做些什么事，语推有语推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讲不完呢，因为各种我们是属于。你稍微讲一下，
我们这一组，因为我们这一组的人哦，因为媳妇他们很奇怪，怎么都不直播或者是录影，我们都看不到我们这一组的报告。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报告了什么？我们这一组，因为本来有3个嘛，后来我们只报告2个，后来他就安插一个。我们最主要的这部分是属于在线上的一种教学嘛。所以我们就介绍了第一位，他是一个白让，他是蒙点做字典的啦，以后要搞那个 AI 那种方式。对，以后未来的就是走向这里。当然 AI 目前还有很多要克服的啦，很多，他说像人那个拼音啊，模仿人的声音，加上我们原住民阿美族有那么多的方言别，那也是要克服部分。对，那我们第2个出来就是我们的阿力克，阿力克讲的就是他平常上课那个样子啊，那个我们不会很陌生啊，除非你在礼拜5你去听听看，就非常顺利啊。阿力克表现得非常好，很稳重。那个第3个就是我们高老师没话讲，它是2个主题啊，一个就是礼拜4的那个主题，第2个主题就是96.3那个广播节目的制作的情形，他在介绍，大部分都在介绍如何制作这个活动啦，或是制作教学啊。他这次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就把新北市找10位还是8位老师来教族语，用他的方法来教，还是8种不同的教法。但是这个8种不同教法不是一个单元里面不一定只要用1种方法，8种方法都可以用，但是这个单元可能你会用到2个到3个。那我的意思说，我在讲的时候，我说每一个方法都对，没有不对，就要看你教学的单元是什么。所以我们只抱着一个心态，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方法，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语言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不择手段就要把我们的语言传承下去。所以都讲得不错，用不择手段了。不择手段，用想尽办法就对了，18般武艺都要拿出来。那个啊，可以啊，那个政府就说每个人通过高级认证给100万，就不择手段。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些老师们都那么熟练了，很懂了，为什么还要考试？直接给他们高级认证的证书就好了。他们怎么回答？这个交给上级单位去讨论呢。这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所以这是我们那个汪处长提出来的意见。如果不这样子，会有断层嘛？对不对？对啊，因为一直很难考啊，高级认证难考啊，那种老师师资又不够，这些老师都已经很熟练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出题的不是我们的同胞，都是那些教授，他用他们的思考想法去出题。对，让我们考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其实我们都会，只是对题目不太熟悉这样的出题方法了。OK， 那原则上没有什么，就是说他只是把各个地方的各种教学法或者是那个目前族语教学的各种形态去做报告了，没有？对啊，那个什么那河边学校啦，还有那个达摩拉学校啊，那个是那种自费的，像那个什么要什么，在河边学校他们怎么样教小朋友，怎么带小对，他们的河边学校，还有一个达摩拉的幼儿园，还有接下来就主要在讲到那个沉浸式教学法了，他们如何推行沉浸式教学法。了解。好了，谢谢老师哈。所以那个，因为老师因为你算是那个嘛，就是那个理事嘛，对不对？对。你建议那个媳妇啦，就是你们这个活动一次花那么多钱哦，那我们其实在各地的没有参与的人嘛，至少你可以把它录影上传到 YouTube 直播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其实让多一点没有做录影呢。
应该对啊，做入有时候不能理解呢，我就是说那个，其实那个花蛮多钱办那个活动啊。对呀、对呀、所以那个 Meet 直接告诉我们连结都可以呀、他都没有对呀想到钱。没有关系，那个老师你下一次就是说如果你们开会的话，就提，因为我其实也蛮想上去看的，但是都没有机会。嗯，对呀、所以他们很多人，有的人表现不错啊。其实这些人没有到的人都可以在线上可以去了解。对对对，没有错。好了，那老师就麻烦你有机会，如果你们理监事会议的话，就稍微我会反映，我会去反映。对对。你看我们那个课后主语班呢，我们还要直播呢。你那么大型的活动都没有直播，太奇怪了。嗯，好，那我们回到讨论的线上在吴老师讲话的同时我就直接把那个插形，所谓插形的时候，就是不用加前后缀的这种词根形容词那我直接把它替换掉好，那个我请那个松林大哥来念前3句。好。Takarau sakurawawa，那个小孩就很高。Takarau sanakurawawa，那个小孩就如此高。Takarau sankurawawa，那个小孩就如此高。请问一下，松林大哥，前3句你的阿美语跟中文你念起来会不会怪怪的，还是很顺？ Takarau sakurawawa，第一句 OK 了。第2句跟第3句呢？我那个汉语那边，对，你说那个中文翻译怪怪的，是不是？那你会怎么翻？那中文你会怎么翻？ Takarau sanakurawawa，Takarau sakurawawa，我们很少这样说话呢。对。Takarau sanakurawawa，你们要思考看看因为这个跟我们一般讲的勤劳啊、认真啊不太一样的概念虽然都是形容词，那高这个是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呀。那汉语也对了。他是说很自然的长高了，Takarau sakurawawa很自然的长高，就很自然的就很高。Takarau sanakurawawa，那个自然就长高了。自然就长高。用胖我懂。sakurawawa的那个叔自然胖起来了。这边的就改为就是很高，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很高。OK， 我再把它那个小孩那个小孩就长高了，就是吗？就是如此的高，这样也可以了。Takarau sakurawawa 就长高了，很高。Takarau sakurawawa，那个小孩就是很高啊，就是这样长高。Takarau sakurawawa 这个小孩就这样长高，他是这样长高。我加一个。Takarau sakurawawa。我再加一个因为刚刚那个吴老师有那个了我后面加个度啊。了，Takarau sakurawawa可以吗？ Takarau sakurawawa。那个小孩就长高了。Takarau satu， sekarang那个satu连在一起又不一样。Takarau satu， 好，我把它连在一起，好。
前面四就这样长高了。前面四句的阿美语跟我们先看一下那个阿美语的前四句有没有不合理？吴老师，就这样长高了。那个小孩就这样长高，就这样长高了。嗯，哎，老师，你们的翻译会自然而然把它变成长高呢？是这个意思吗？对啊，有自然长高的意思的感觉，就自然长高。没有。好，那我把这个，不然我们把这个旧字再改一下，看会不会更顺？就自然长高了，就长高了，就长高，就长高了。那个小孩就长高了。我全部都先改成长高哦，这样子统一翻译。那个小孩就长高。好，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哈。我如果把这个中文跟阿美语就是左右对应啊，全部都依照长高，这四句你觉得翻译有没有比较贴近阿美语？那个小孩就长高了。takarau sakurawa，那个小孩就长高。takarau sakurawa， 我还是第一句不是。takarau satu那边是不是就会长高了？takarau satu， 那个小孩就会长高，会有会的意思啊。有会，那个小孩就会长高。takarau satu， 那个第一句吗？第三句哦。这样就这样长高了。Ya satu， 第二句了。阿力克，第二句。satu， satu， 就应该有会。Kalau satu kurawa， 那个小孩就会长高了。对啊，有会哈。有会。这个第二句可不可以改为说那个小孩子变高了？satu 变高了。看一下，就变高了。有会，就变有会，一定有会，这个有会。高了，satu就会很高。你那个松林大哥的语感就是那个会一定会有就对了。有，就会一定有。takarau satu kurawa就会长高了。就会长高了，就会变高了，一样对。吴老师呢？我们前四句哈，我们先思考那个中文的对应有没有哪边需要修正的？现在讲第几句啊？第三了。都可以啊。老师，你看哪一句需要改？我们现在前四句嘛。那国语啦，看有没有中文的，特别是中文的部分。哎，那个小孩就这样，这样。海明，我们像我们的地方语言啊，第四句我们会讲说，takarau satu kurawa。哎呀，傻炸哦，还有一个哦，好，一定长。那个阿力克老师，傻炸你怎么翻中文？中文哦，对，超好笑哦。特别。特别的高，这小朋友特别的高。特别啊。老师讲的特别。Kalau satu kurawa，
我们很少在讲萨安了，我们这边都讲萨萨这样，那个口语化就比较明确，大概到萨扎古拉娃娃这样子。哦，你那个阿力克，我问你，你那个沙跟扎是连在一起的吗？嗯，对啊。OK。沙扎是连的。哦，那个小孩特别的高，这样。好，这5句。那第3句跟第4句是不是 OK 没有问题？第三、第四是一样的意思，闪奈跟闪岸是一样的。对对对，有没有问题？原来是这样。没有。可以哦，大概了。再换那个傻炸，你用特别。阿力克老师说他们那个傻炸是有点强调的意味，又翻成特别。对。哦，也有可能是一定。一定哦。傻炸，什么？kalau傻炸，老师，你们那个秀姑峦的傻炸有一定的意思哦，或是原来或是一定，或是特别，就傻炸。它一定长高了，那个小孩一定长高，一定会长高。哦，一定会长高哦。老师，这个是方言别的翻译吗？可能啦，我们那边是有一定的感觉。OK。或是有一点尤其。哦，那就是特别的意思。对，就特别对。尤其的高哈，特别的高，对。好，那1到5看起来好像大家都修正差不多了嘛。第1句是很怪，没有错啦，因为第1句本来就不完整，他应该说那个小孩子每天都吃很多饭啊，那个小孩就长高这样。对，第一句应该。因为你没有，因为这个句子不完整啊。如果前面有说那个小孩子每天都吃5碗饭呢，萨嘎大家老萨古拉娃娃就这样啊。好，那我还有没有人想要修正的？其他的那个组员有没有觉得这5句有哪一句你特别觉得念起来怪怪的，中文翻译不顺？好，没有的话，我们尽量我们把最后3句也完成，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好，那个我们看一下那个松林大哥，你来念一下第5句。第六句，等我一下，我先把它改号码。你等一下帮我念6、7、8号，你先帮我念第6句。Sa takarau sakurawawa。sa takarau。那个，我先问松林大哥。你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接受这个句子吗？不接受啊？不能接受哦。没有办法接受。OK， 好，吴老师，你这边的这个句子你要念起来，你觉得是正确的吗？那个重叠音好像那边要修改。好，老师怎么改？对，那个 W 去掉。那个绕要拿掉哦。好。好，这样子是不是比较顺的？沙达嘎达嘎绕，对不对？没有。沙达嘎达嘎绕，沙古拉瓦，对啊，这样就比较顺。刚才那个没办法接受。沙达嘎拉嘎绕。那个拉还是有嘞，萨达嘎拉嘎绕，W 不要吧？萨达嘎绕，萨古拉娃娃。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等一下，那个
W 不要。那个松林大哥，你这个大嘎肉你可以接受，对不对？对。好，那个吴老师，你们那边的是不是大嘎捞嘎绕？你们是不是这样念？萨达嘎拉嘎绕。对，你们是，我知道了。吴老师，你们的是省略前面的，保留后面。对啊。哎，对，他们是保留后面，不要保留前面。好，没关系，我把它注明在下面哦。你们看你们习惯念哪个就念哪个哦。萨达嘎拉嘎绕。萨达嘎绕萨古拉娃娃就很顺。萨达嘎拉嘎绕。吴老师，你们是不是大嘎绕嘎绕，对不对？萨达嘎拉嘎那个 W 不要呢，前面中间的 W 不要。好。萨达嘎拉嘎绕，对不对？那个中间的 W 不要，对，萨达嘎拉嘎绕，这样就这样。你们习惯念上面的就念上面的哦，习惯念下面就念下面的。好，吴老师，我现在问这一句话哈，那你现在念的话会不会？什么？如果我用语调来念的萨达嘎拉嘎绕萨扎古拉娃娃，我们很喜欢用萨扎。哦，没关系，老师你先不要撒诈哈，我们先按照他这个哈，因为撒诈就会有特别的意思了。萨达嘎绕萨古拉娃娃，那个小孩装的一副很高的样子。是这样翻吗？我这个还没有改呢。他就是装的很高，是不是？很骄傲，一副很高的样子啊。哦，所以是有骄傲的意涵，是不是？对，有骄傲，有骄傲的，也要这个很高啊。我懂你的意思，所以他不是真的很高，他有一点骄傲的意思。对啊，装的一副很高的样子。我了解。好。我们先这一句哈，那请问一下现场的美惠老师跟米莉老师的建议呢？因为地方语言都可以啦，像吴老师的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是会是这样，萨达嘎拉嘎绕这样。没关系，老师你念上面下面都可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阿美语跟中文的可以对应吗？可以啊，可以哈。可以，对。所以说下面都要加横，这都要加横，装的一副很高的样子，装的一副很高的样子。对，我就把后面哦我改了就可以了。对。好，那松林大哥，你的第7句跟第8句你一起念看看，然后中文。萨达嘎绕萨奈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这样装的一副很高的样子。萨达嘎绕萨安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就装的一副很高的样子。好，你这样子念这2句，你可以接受吗？松林大哥，你可以接受吗？可以啊，可以哦。OK， 好，吴老师，你这边呢？第7句跟第8句你可以接受吗？那个萨达嘎拉嘎绕萨达嘎拉嘎绕萨奈古拉娃娃，那个小孩子装的衣服很高的样子，很骄傲的样子，所以可以这样说。可以哦。一副很骄傲的样子，一副很高的样子，表现出他是很高的样子。对，好，那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跟第1句只是变沙、变散奈跟答案。好，那现场那个美惠老师跟米莉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接受？可以接受，谢谢。可以哈。好，那我们时间也快到了，现场其他的组员有没有对这7句有哪一句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
好，都没有哈。那我们请吴老师帮我们做个结语。好，ani ni tatayaan at hay kunit sangaan namitan dayalan namita hao. Saka nutacay kasi pangiha akiso pansalto tengil handa na ate hay kumananamay namiso malaya pa namiso ani tatayaan. Maruray to kita mga maraw to ko siway to ki sa pahanhan to kita pasasa to kita hao. Hay 妈妈，阿赖谢谢。阿赖，哎然，后凯明你要去查那个能量啊。好的，对，好，我去查。OK。好嘞。kalafi to